为了鼓励长辈注疫苗保护家己，台南祭出快筛加500块奖金，甚至搁要抽汽机车加黄金等大奖。议员台顶虽然肯定市府作为，不过针对快筛奖金部分，资源搁需要到卫生所领，无分流的状况。议员以北区为例，排队排甲热长，所以要求市府加强宣导，嘛协调诊所看会当资源直接领取。我们这个规定上说，你打完疫苗之后，我们打疫苗可能是去医院打，可能是去诊所打，但是他规定说打完疫苗之后要去卫生所领这个礼品哦，快筛跟这个礼品哦。结果我们就接到澄清哦，这个上个礼拜的状况哈，就是我们接到民众来反映说，长辈打完疫苗之后，为了要去领这个快筛跟500元的这个礼品啊礼券，结果就有这个大排长龙的情况之下，领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比如说长辈急着要去领，但是我们会再次宣导说不用急着这几天赶快去领，我们的领的时间非常长，大家可以选那个人少的地方、人少的时间去领是。好。议员进一步表示，因为疫情扩散，居家隔离人数增加，想要到诈骗集团利用确诊者伫隔离期间无人沟通的时机，用手机就直接汇款一事，要求警察局、卫生局加强反诈骗宣导。近2个月哈，其实居家隔离的人数其实增加了许多。那是不是很多民众在居家隔离的期间，因为他可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哈，那关得很郁闷也好，或者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让他就近了解询问，或者是就近可以跟他提醒也好，所以增加了这个被骗的这个可能跟风险哦。那我真的去整理了这个数字以外哈，其实往年诈骗的这个高峰其实都在暑假哈，大概落在8月哦，7、8月这个时间哦，结果这几个月哈，不管6月的数字还没出来哈，因为其实6月这个月其实人数也应该蛮多的。那其实5月啊、4月人数，像5月人数已经快300个哦，其实都接近了过去暑假的高峰哦，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也要请我们警察局来注意。我也觉得我说真的，我也觉得奇怪了，隔离或者居家，这隔离得了病毒，隔离不了诈骗，我是觉得很奇怪。是因为现在就是但是网络很方便，我们去了解电子全国的数字都增加。居家隔离，我们也会要求警情局提醒他不要随便去接受这个陌生的这个电话的一个咨询，或者是去操作这些电脑资讯资料，会一并再跟他做一个提醒跟强调。而且我们防治诈骗的绩效在6都里面应该是数1数2的。是好，我想这个当然给予肯定哦。根据了解，诈骗通常是以确诊者甲疫情感染源的接触骗个人的资料，或者是用居家隔离书来骗确诊者的资料等等。议员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受骗。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